靈修2025年5月29日，他對我說：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哥林多後書12章9節，在信仰的旅程中，我們都可能經歷靈命低潮，覺得聚會變得形式，禱告變得乏味，與神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。但不要灰心，因為神從未離開我們一步，他仍然用不變的愛等待着你，呼喚你回到他的懷中。有時我們會以為復興靈命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改變，但其實神常藉着日常中的小步伐，一句禱告，一段經文，一首詩歌，慢慢地喚醒我們的心。不要小看每一次願意安靜下來的片刻，每一次渴慕讀經的心思，這些都是靈命甦醒的開始。神樂意給我們一個新心，一顆再次被他愛觸動的心。他要我們的不只是宗教行為，而是整個人。他要與你同行，對你說話，更新你，使你重新得力。別害怕承認自己的軟弱，因為他的能力正在你軟弱上顯得完全。當你願意踏出一步，他就會牽起你的手，帶你走回那條充滿愛與力量的道路上。今天就是一個新的開始，加油，主與你同在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的慈愛永不止息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代。主啊，我承認我的心有時冷淡，我的信仰變得形式，我離你的愛似乎遙遠。但我今天願意回轉，求你用你的聖靈再次點燃我裡面的火，求你為我做一顆清潔的心，將正直的靈重新放在我裡面，拿走我生命中的冷漠、懶惰與自我，讓我渴慕你的話語，喜悅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願意重新跟隨你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你的大能與恩典。求你復興我，使我重新得力，如鷹展翅上騰。讓我奔跑天路不困倦，行走真理不疲乏，使我的生命再次為你而燃，成為光與鹽，榮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，阿們。